镜头转来，咱国内来关心第2场总统政见发表会，伫昨下晡举办。面对2050净零排放，也搁有2025年恢复家园，另外搁有再生能源这个议题，三个候选人拢有讲出因的意见。另外，针对少子化议题，嘛提出教育学费补助、减税加公共托育这个政策。 26下晡，第2场总统候选人政见面对2050年净零碳排，三方总统候选人伫能源议题有节交锋，加最焦点。不是先决定2025非核家园要把核能停掉，然后再转过头来要求这个再生能源。因此，我主张核三先研议的核四尽速提前，再决定下一步。我记得你们中央规划2030，你们要减碳24%、25%，啊，起码嘞。 我看咱别国2030都减到40%到45%，拢差人差等。2050有很多的先进国家要用3倍的核电呢。2050非核家园，并不是蔡英文强力的把可以运转的核电把它终止，而是因为法律的规定，最后一个机组就是核三厂的第2号机组，必须要在2025年其中停止运转，这是法律规定。 那还好，蔡英文总统因应局势，推动绿能产业。面对国内少子化、人口高龄化等议题，三方总统候选人也分别提出政策，以补助等方式解决人口的困境。我将会用加薪、减税、少负担，陪伴每一个人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。第一个，我会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2.0。 以及长照3.0，特别强调公立安养中心的设置。人口问题是国安问题，因此在行政院底下要设一个人口发展委员会，针对少子化、高龄化或者壮世代计划，要做一个统筹的处理。新北市在我推动底下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总共121间，是5都加1家的总和，都没有新北市的多。 各候选人也搁再提出各款政策抢票，民进党国文的提出壮世代计划，检讨现行年岁到就强迫退休的规定。国民党侯友宜提出农民津贴，成立平台解决欠工，写农民票。民进党赖清德提出高中级免学费，以囤房税2.0、青年贷款、社会主体落实基础政绩。所来第3场总统政见发表会，会伫28暗时7点进行。记者郭永水台北报道。